由嘉利建設發展，位於元朗18鄉路39號嘅朗天峰項目由2組大樓組成，合共提供594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3房，主打1房及2房。朗天峰鄰近屯馬線元朗站，住戶可以選擇步行大約15分鐘到屋苑，位於元朗站轉乘巴士到項目嘅附近。項目外圍設有巴士站，可乘坐巴士到大欖隧道轉車站，轉乘來往各區嘅巴士。項目坐擁北部都會區優勢及鄰近多個關口，30分鐘嘅車程即可到達福田口岸，十分適合需要中港來往嘅人士。屋苑旁設有超市、便利店及小店等，提供基本生活嘅配套。想有更多選擇，就要到元朗市中心啦，設有多個大型商場，提供各式各樣嘅店鋪，包括日式超市同埋戲院等，更有多個街市、多元化嘅民生商店，滿足住戶生活嘅需要。發展商已開放示範單位俾公眾參觀，即刻同大家詳細睇睇3個示範單位。首先，我哋參觀以1A 座18樓 H 室為藍本嘅有裝修經改動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403尺，屬2房開放式嘅廚房間隔。單位以大地式系為主調，凸顯項目城中心嘅輕斜風格。門後設有一塊全新鏡，另一邊就係曲尺型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同埋層架，更設計成折疊嘅門板，方便收納，並配備基本嘅家電，包括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等。客飯廳開式方正，設計師將客廳同客房嘅牆改成半開放式，擴大廳區嘅空間。上面設有金屬吊櫃，下邊則採用吧台嘅設計作用餐嘅空間。另一邊擺放3人杏式梳化，配白色波浪紋牆身。客飯廳外連3合1露台，放置咗戶外嘅休閒椅。設計師將2間房打通，並設計成開放式全落地大玻璃窗，提升整個單位嘅採光。利用3.5米特高樓底嘅優勢，打造地台設計，大大增加儲物嘅空間。一個設有小書桌，屬工作或休閒嘅空間。枕區擺放雙人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設有2邊床頭櫃作收納，都有空間放置大衣櫃。浴室採用黑色為主調，型格又時尚，以企缸設計。同時，發展商都開放咗同一樣間隔嘅清水單位，玄關位可以放置小型收納櫃。開放式廚房嘅櫥櫃主色係木色，上下櫥櫃配套基本家電，包括微波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等。客飯廳開式方正，可以擺放到3到4人用嘅家具。外連3合1大露台，可以擺放戶外嘅家具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綠色牆身以配合項目城中心主題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埋洗手盆櫃作收納。睡房可以放置單人床及衣櫃，都有空間可以放到小書桌。主人房以長方形開則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及大衣櫃。大玻璃窗與房間同闊，大大提升房內採光。然後我哋要參觀以1A 室18樓 J 室為藍本嘅有裝修無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11尺，屬1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單位同樣以大地式系為主調。門口旁邊就係 L 型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提供收納空間，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及微波爐等。客飯廳以長形開則，小型2人圓餐桌靠牆擺放，跟住就係客廳嘅空間，擺放2人梳化、茶几及電視櫃，依然有不少活動嘅空間。廳區外連3合1露台。浴室其中一面牆身係綠色，以企缸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及洗手盆櫃作收納。睡房間隔寬敞，雙人床邊靠窗擺放，亦都擺放咗大衣櫃連收納櫃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！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。